宜兰县伫2当前办教师争取，今年是还未举办哦。也毋过，宜兰的国校啊，代理老师的欠额有将近500个。教育界就批评讲，宜兰唔办正式的教师竞选，所拢开代理老师的课，这实在是真离谱。伊是陈君豪，是宜兰县宜兰国小的代理老师，经过真侪年打拼，今年总算顺利考调桃园的东德国小正式老师。伊讲，代理老师甲正式老师的福利甲薪资差有够侪，就算讲爱离开家乡，真无简单，才考调正式课，要是爱把握正式课，宜兰开无够，也致使人才外流。过去10年宜兰开缺大概只有4次，大概是有4次。那总共招的缺额大约是150名，国小的部分，那表示说平均1年才15名。宜兰县2年办一遍教师争取，今年还未举行，不过各国小也是有教师的需求，所以来开出代理老师的课额，目前已经列积到487个，占全县教师员额24%。教育界就要求讲，今年其他县市拢有开这个正式课，敢若6都就录取超过1500人。宜兰县无提早来做应用，佮颠倒开真侪代理课，因为代理老师惊讲经验无够，会来影响到教育现场的品质。那县府以往办理代理老师教甄的程序，要不要思考一下因应作为把期程往前提一下。教育人士讲，教师界这么当然有一波退休潮，估计讲会刷你2-3年。宜兰县府明年办理教甄，建议讲时程都要提早，唔当比其他县市较慢。我们县府原则上是以2年来举办一次教甄的方式。最主要是考量目前国内少子化的一个趋势。县府表示，今年还未招聘正式的教师课，是考虑到讲未来少子化的趋势，建议学校都要做适当的评估来开课，唔茫讲来降低代理人数，通稳定现场的师资。明年的教甄都要提早来做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